哎，主任，听说最近在减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效果好像还不错哦。我那时候乱吃乱喝，在过年后初6开始减肥，然后初6量的体重是82公斤，史上最胖，到现在已经75，短短的这几个礼拜，2个礼拜吧，瘦了这么多公斤。因为今天呢，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任务，就是有几位同学，他们也希望可以像你一样减肥有成。可以回家吗？他们真的是非常认真，而且他们都穿好队服了。杨宁，你身为一个艺人，身体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怎么可以让自己胖成这个样子呢？啊，要减肥，知道了没有？知道了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这道理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你手拿着什么东西？啤酒，倒掉。好。动起来，看有肉，这样对吗？其实他以前是瘦的，你以前是瘦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变胖呢？因为以前有头发，为什么现在没有头发？头发自杀。观众朋友们，享受的朋友们，跟我一起做，耶！动你的身体。山姆，动作快一点。好脸材啊！好脸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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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脸材！好脸材！好脸材啊！好脸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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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脸材！好脸材！好！下来！速度快点！速度快点！速度快点！减肥！好，有人尖叫声！你学会了吗？这好帅啊！哇！跟你的状态。